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星源占星學堂嘅醫學占星系列，我係占星師 Christy。咁喺開始之前啦，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嘅。古典醫學占星並唔係精密嘅醫學，唔能夠取代醫生同埋藥劑師嘅專業意見。如果你有任何不適嘅話咧，就應該盡早尋求醫療協助。如果你咧淨係患病或者處於就醫嘅階段，甚至或者咧你係用緊醫生嘅處方藥物嘅咧，建議你喺調整日常嘅飲食同埋生活作息之前咧，就要諮詢翻處方醫生啦同埋藥劑師嘅專業意見，或者咧先同呢個處方醫生同埋藥劑師了解有關飲食同埋個藥物咧之間嘅啲潛在互相影響嘅。跟住簡介一下咧，醫學占星範疇入邊嘅一個基本嘅概念，就係叫做 quality 質料嘅概念。其實如果咧同於身心靈有興趣啊，或者熟悉身心靈嘅朋友咧，其實咧呢個概念唔難理解嘅。其實佢哋又係我哋四元素嘅概念。咁但係四元素究竟係點樣嘅構成嘅咧？四元素佢再 back to basic 再核心啲咧，其實就係一個溫度同濕度嘅概念。溫度就係講緊凍同熱啦，濕度就係講緊乾同濕。所以我哋喺古典醫學占星入邊，經常會用冷熱乾濕呢四個嘅 concept，呢四個嘅概念去形容。而四元素咧就係冷熱乾濕呢四個概念交織而成嘅。例如就係講緊又濕又熱嘅，其實就係屬於風元素啦。其實嗰種咧係一種暖暖地，但係有啲水氣嘅感覺。又熱又乾嘅咧就係火元素啦，好似燒柴有團火喺側邊咁。又乾又凍嘅咧就係土元素，好似啲沙泥石頭咁樣。又濕又凍嘅咧就係水元素啦。咁呢個冷熱乾濕或者呢個四元素呢個溫度濕度嘅概念咧，呢個質料嘅概念咧，喺古典醫學占星嚟講係一個基本嚟嘅。因為由呢四種嘅元素，呢四種嘅質料，我哋就會可以將人嘅體質分成呢四部分，呢四種嘅特質，包括係屬於又濕又熱嘅一個叫做血液質，係啦，血液質嘅一個身體 physically 嘅一個液體嘅一個物質啦。而引申嘅咧呢種體質，如果血液質比較強嘅話咧，咁呢個人嘅體質咧就屬於血液質啦。如果呢個人佢身體入邊黃疸質比較多，即係又熱又乾嘅一啲物料比較多嘅話咧，咁呢個人就屬於黃疸質體質啦。咁如果咧呢個人身體入邊相對一啲又乾又凍嘅質料比較多咧，咁即係話佢體入邊咧，身體入邊比較多黑膽質嘅部分啦。咁呢個人就屬於膽質嘅體質咯。而如果一個人佢身體又濕又凍，咁即係話佢身體入邊一個黏液質嘅部分啦，一個比例啦係會比較多嘅，咁佢就會屬於黏液質體質嘅人啦。呢種咧有少少咧會比較似中醫嗰種概念，有啲人咪會比較天生濕重嘅。咁嗰個如果翻去醫學占星嘅概念咧，就係佢屬於一種黏液質嘅體質啦，身體入邊水分比較多啦。如果咧佢比較容易燥，個人比較乾喎，咁有機會佢係屬於一個黃疸質體質啦，即係話佢身體入邊黃疸質嘅比例咧，相對係比較高。喺醫學占星嘅一個概念理論入邊咧，一個健康嘅人咧，佢身體入邊應該呢四種體液嘅狀態咧，係大家咁上下或者係平衡嘅，咁樣咧先能夠有一個中庸之道啦，讓身體唔會過熱或者過凍啦，或者過濕過乾嘅。因為無論係過熱過凍定係過濕過乾咧，個身體都會唔舒服。身體唔舒服咧，就即係話我哋病啦。
咁所以我哋其實就係希望用唔同嘅策略或者方法，讓身體入邊嘅呢四種嘅體液狀態去翻一個相對比較平衡嘅狀態。當然啦，冇人係天生嗰個體液狀態係平衡嘅，冇人係一個天生係一個 perfect 嘅體質嘅，所以亦都點解現代養生概念亦都會咁盛行，因為大家一定會有某程度上個體液啊或者身體個能量狀態唔平衡，有某一啲方面咧係特別容易唔舒服嘅。咁呢個質料啦，呢個四元素咧。頭先就同我哋嘅體質，即係我哋嘅內在有關啦。佢亦都同我哋外在有關嘅喎，即係同我哋季節氣候變化有關。頭先就講咗啦，呢四種嘅質料啦，即係冷熱乾濕，同我哋本身內在人體嘅體質嘅關係啦。咁其實呢四種質料亦都同我哋嘅外在環境，即係季節嘅轉換、氣候嘅變化係會有關嘅。呢度我哋就睇到啦。又熱又濕，就係屬於春天嘅一種風元素嘅感覺。又濕又凍咧，係屬於冬天嘅。因為咧喺黃河地區，喺啲北方啲嘅地區咧，去到冬天係會落雪嘅。雪咧係又濕又凍嘅，又凍又乾嘅咧就係屬於秋天。我哋成日都覺得秋天咧有陣風好乾爽嘅感覺，但係咧又涼涼地。而又熱又乾嘅咧，就一定係夏天啦。大太陽曬落嚟，個人不斷流汗又好乾燥，要補水。咁所以咧，呢個醫學占星嘅基本嘅質料嘅概念咧，係可以套用到我哋嘅內在體質啦，亦都可以套用到外在環境。所以透過呢一個基本嘅概念，我哋就可以了解翻兩方面，究竟有啲乜嘢嘅元素啦，究竟有啲乜嘢嘅體液啦係唔平衡啦，或者外在嘅環境季節，究竟而家傾向一種乜嘢嘅能量狀態啦？呢個體質同埋季節、環境能量相互影響嘅時候，究竟對於我哋嘅身體健康啦、身體嘅能量嘅平衡啦、體液嘅平衡有啲咩影響咧？有影響嘅時候，我哋可以用啲乜嘢嘅方法去幫自己、幫成個能量狀態平衡啲，等自己唔好咁容易病，等自己嘅生活過得舒服啲咧。呢個就係我哋醫學占星嘅目的。但係我哋喺調整飲食同埋生活習慣嘅時候咧，我哋個目的係希望個飲食同埋個生活習慣有改變啦。嗰個改變唔係一啲好大嘅改變，我哋希望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調整嘅。而當中牽涉嘅係關於一啲食物啦，又或者一啲天然嘅元素，包括係水晶礦石啊，一啲植物嘅能量或者植物嘅方法啊，又或者一啲生活習慣上嘅調整啊。咁我哋係希望盡量減少一啲有害或者係有一啲人工化合成嘅一啲方法嘅，喺呢個古典醫學占星嘅範疇入邊，亦都咧希望喺我哋調整嘅狀態入邊啦，一方面可能係補充翻我哋一啲唔夠嘅能量或者體液嘅狀態，又或者我哋會排出一啲過多或者有害嘅能量同體液嘅。咁希望透過呢個出入嘅過程，就可以幫我哋建立翻身體入邊嘅平衡。咁就希望我哋病嘅時候恢復健康啦，又或者冇病嘅時候，希望我哋 keep 住養生，等個身體更加好，更加健康嘅。而當中有好重要嘅原則咧，就係我哋一定要溫和啦，逐步嚟啦，唔可以急啦，亦都係一個長期計劃。唔係好似西藥咁食2日藥、食3日藥就已經即刻冇事，或者打支針即刻唔痛。醫學占星嘅一啲方法咧，
或者一啲做法咧，其實係需要我哋去持之以恆，去長期咁樣去做，因為去改善我哋嘅身體狀況啦，我哋改進翻我哋成個體液嘅平衡嘅狀態咧，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嚟嘅。亦都唔係話我食完2個月嘅某一啲食物，咦，感覺身體好用咗，調整咗，有活力咗喎，我跟住咧唔繼續去做啦。咁個身體嘅能量狀態、個體液狀態係有機會回翻去以前咁嘅。因為大家唔好忘記，我頭先有講本命盤，你出世嘅時候，太陽係啲乜嘢嘅位置，佢本身已經天生帶住一啲能量狀態，即係你本身身體天生已經係有一種唔平衡嘅狀態喺度啦。咁所以咧，你要改進，你要去調整嘅時候咧，你用嘅方法就要持之以恆，長期咁樣去進行啦。我哋會希望大家係從呢個飲食同日常生活習慣去着手，因為呢個係我哋最經常、最日常可以處理到，亦都係呢個會係最有效嘅方法。當然，其他唔同嘅一啲天然物料、水晶礦石啊、植物芳療啊、聲音療愈啊呢啲，都一樣有佢哋長期嘅保健作用。但係喺傳統嘅醫學占星嘅概念入邊，呢一啲咧反而更多咧係用嚟去做一個治病，即係一個急救，一個我哋要即刻去維係翻、維持翻身體能量平衡狀態嘅時候會用嘅東西。但你問我啦，喺日常生活而家現代社會，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係一個叫亞健康嘅狀態。都冇乜人話係一個絕對100%一個健康嘅狀態㗎啦，咁所以養生概念先至喺現代社會咁盛行，所以我哋會嚟緊啦，喺唔同嘅一啲片入邊，都會同大家介紹下一啲唔同嘅養生調整嘅方法，而係醫學占星入邊會介紹俾我哋。亦都會介紹咧喺唔同嘅季節氣候入邊，大家啲 general 可以用到嘅啲方法同注意事項。咁當然啦，去到就係如果好 specific，好同你個人化有關嘅一啲養生嘅一啲 plan 啊，健康嘅方向啊，咁亦都咧歡迎大家去做一啲占星諮詢，我哋從本命盤入邊咧就可以會睇到一啲提示俾大家噶啦。咁我哋今日簡單介紹古典醫學占星同埋呢個養生概念之間嘅關係就嚟到呢度，我哋下一次見。